唔該，仲有頭先咧，你教我哋咧話聞嗰陣時咧，如果就咁聞，就聞到個表面啫，淨係咪？你點樣可以聞到唔係淨止表面咁簡單咧？5、6年嘅皮咧，佢仲喺度排酸排糖，你聞到佢咧就果嘅酸糖味，所以個好香嘅。係啊，咁咧到5年、7年到10年之後，佢龜排嘅糖、龜排個酸排晒啦。咁你聞到佢咧，佢就係外邊咁，即係聞到佢咧，佢就係有微香，佢藥香味。所有嘅人已經係靜止喺度。咁你聞到佢即係出邊嘅一啲嘅藥香味。係。咁你要點知道呢個皮好唔好咧？你就要叫醒佢。咁咧叫醒佢咧就係要聞到佢入邊個味。咁你就喺個皮呢邊攞指甲破壞佢個油泡，即係劃酸佢。啊，破壞個油泡再聞。係。你聞下，你試下對比下，佢就聞到入邊嘅香味，真正嘅柑桔香味啦。咁嗰個咧，你如果你造假咩，佢聞到一種好怪嘅味嘅。係，總之就千祈緊記唔好搣爛人哋塊皮就得㗎啦。你刮下佢就好啦，你唔好咬斷人哋塊皮喎。因為啲高價嘢咬斷嘅人哋會心痛㗎。冇錯啦。好啦，嗱，而家咧就要問下一啲實際啲嘅問題啦。第一，咁究竟有啲朋友就話：哇，陳皮梗係越舊越好啦。但有啲人唔係喎，最底係5年啊。其實啲藥用價值可能都係差唔多嘅啫。佢個3年以內叫做果皮，3年以上叫做陳皮。咁3年到5年重點係排糖。咁呢個時候咧，佢就即係佢嘅藥完全未發酵好，即係未陳化好，咁樣還係果酸味。咁所以性價比最高嘅5到7年。到7年之後，佢哋開始靜止啦。咁咧到10年，佢個基本佢已經發酵好、陳化好，所以佢靜止好穩定喺度。咁啊，嗰時個藥效最好。咁你正話提過，係咪差唔多去到10年以後咧？即係10年以前嗰啲，可能每年都要曬啊，係啊，養下曬下，掃下自己。10年就穩定啦，係咪就可以就咁收埋？可以收埋封住。但係咧，都建議每年都打開一次透透氣，俾啲氧氣佢吸。探下佢，要探下佢。佢有呼吸先有生命，唔係佢就死咗啦，變咗僵屍啦。咁最後啦，係咁以問下呢3堆嘢大概咩價錢咧？嗰個就好難講嘅喎。好難講嘅喎。你睇下分區域唔同。用翻天馬區啊，比較靚啲嘅。天馬區我哋用到今年個價嚟講啦嚇，就係15到20蚊斤果左右啦。我哋20斤果開1斤皮啦。新皮嚟講咧，就係要成啦嗬。算你20蚊啦嗬。咁啊400蚊1斤皮啦。300零400蚊1斤皮到啦。就新皮。咁咧每年大增，因為佢有損耗嘅。每年佢會排水排糖，然後咧輕咗啦，甩咗啲囊，佢會輕。5年之內會輕30%度，咁即係貴翻3至5成啦。咁差唔多啦，每年都要大增翻30度啦。咁你自己推下，但係年份越高，佢就大增嘅越高。做乜10幾年、20年嗰啲皮要去到幾萬蚊1斤咧？30年嘅皮做乜有啲幾廿萬蚊1斤咧？佢就係因為越嚟越少啦，買晒食晒啦，所存無幾啦，物以稀為貴啦，咁佢就越嚟越貴啦。越嚟越貴啦。係啊，明白，厲害。所以咧。自己得閒收翻啲，好唔使俾人哋掠你啊嘛。係啦，攞張好過買金買股票，呢啲都係金嚟嘅呢啲。係啦。喂，1兩陳皮1兩金，係100年陳皮就勝黃金喺呢度啦。